拉罕跟3个天使。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好，征求志愿的亚伯拉罕吗？最重的亚伯拉罕。对，好，仔细听哦，等一下要看哦。天使哦，会杀不爱小孩。好。他不是亚伯拉罕。好，那就。真真。哦，经文是亚伯拉罕。3个客人对不对？3个，再2个天使。真真跟那个。我们客人，好，好。我们先进去，你们先进去。我先进去啊。对，好，来喽。仔细看哦。有一天，在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，天气很热哦，哇，你们能想象吗？这边都是沙漠。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什么？我们假装它是什么？这边是什么？不是金字塔，那时候还没有金字塔。这边是什么？帐篷。这边是帐篷。假装嘛。这个吗？这些人什么？他那么粗吗？假装啦，我们假装这边是帐篷。亚伯拉罕呢？这时候亚伯拉罕觉得，但是还是圣人。啊。还是圣人。还是是可以讲。好，可以，好，亚伯拉罕这时候就出来，他走着，在很热的天气，哇，没有办法流汗，因为那边怎样很干。他有长头发。好。假装他是亚伯拉罕。好，亚伯拉罕就走着，啊，天气好热哦，天哪，怎么会那么热？亚伯拉罕在神眼中是怎样的人？好，请回答。亚伯拉罕在神眼中是怎样的人？上分。不是很热了。他在耶和华眼中是什么样的人？好人。好人吗？好，我们这边叫做什么？义人。不是艺人哦，不是吃的那个哦，是义人。义是哪个义？忠义肝胆的义。忠义义。对，那个义人，就是他毫无缺陷，他没有什么犯罪，他就是完全敬拜神的一个人，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。好，这时候呢，就是很热啊，怎么办？好热，走，奇怪，他在帐篷的外面，这边我们刚才讲这边是帐篷嘛，对不对？帐篷的门口在这边啊，然后呢，他就往哪里？远方看，就看到有3个客旅出来了，走着，有3个客旅就走出来了。他们是特种部队啊，不是。天使也是什么？也是神的战士，是不是？天使。好。他那时候呢，亚伯拉罕就不知道这3个是天使啊。他说哦，有3个客旅。这时候呢，亚伯拉罕就，客旅要走着。要绕圈圈。好。哦，假装好热哦，怎么办？好热哦。哇，嘴巴又很口渴。哇，很想喝凉的。好，这时候呢，好，仔细听哦，小朋友来喽，这边也很重要哦，等一下有奖征答会不知道哦。好，来，就很热啊。然后呢？哇，好热啊！尘土飞扬怎么表演？尘土飞扬，哇，很多什么沙子跟土石，哇，眼睛睁不开了，哇，太辛苦了。他们的脚都怎样？脏的，是不是？都很脏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客旅都是穿凉鞋，脚都是脏的。脚都脏的哦。然后呢，亚伯拉罕就，因为他们要经过亚伯拉罕的帐篷，这时候呢，经过了，亚伯拉罕就拦住他们，然后后面就拦住他们啊，好停。这时候亚伯拉罕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主啊，
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他就下拜在这些三个客旅面前，他就说：我主啊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不要离开仆人，往前走。然后呢，他就说什么呢？他说：容许我拿点水来给你们怎样洗脚。在树下哪里歇息，休息，然后我再拿一些饼来，然后让你们呢。好，那是树吗？还是？好，坐在这里。可能。好，坐在这里呢，能够让你们吃了饼。洗了脚，天使仔细听，让你们休息，然后呢，喝了水，吃了饼，吃饼，然后呢，让你们能够加添怎样心里有力量了，然后身体有体力了，让你们继续的往前走，然后这时候呢，你们寄到哪里？亚伯拉罕叫什么？他说：“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，理当如此去。”他就是说，理当如此去接待这些人。然后呢，他们就聊得很开心啊，来，然后呢，这时候呢，亚伯拉罕就把他们接待在他们的帐篷里。这时候已经在帐篷里面了。然后呢，他们就聊天啊。好，请问呢，为什么亚伯拉罕要这样接待这些不认识的人？因为他们很可怜。我刚刚说什么？要举手是不是？好，来，等一下，还没有哦。1、2，1、2、4呢，3才举，1、2、3，好，上恩起来。他们很可怜哦。好，这也是答案，还有别的答案吗？好，1、2，举手，1、2、3，好，德盖尔，站起来，你要发言，你觉得是什么答案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想要举手。你觉得是什么？等下。什么？你还在想？好，那换下一个好不好？下一个好，请起立。站起来发言，大家这样才知道看到你要发言。好，来。因为大熊抱的关系让他们的脚都脏了，所以亚伯拉罕要请他们进去洗脚，请他们吃东西，让他们会不洗。好，这也是答案。可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？好，因为亚伯拉罕怎样？他是怎样义人？他不仅服侍神，他也服侍这些我不认识的人。请问在现在社会当中，如果我们服侍一个陌生人，我们知道他是好的还是坏的吗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会想说，心里会想说，我接待他好吗？他会不会伤害我？他会不会跑到我家偷吃我的点心？偷喝我的饮料？会，我们会有那个心，你会防，对不对？会防备，对不对？会被吃光。好，可是呢，亚伯拉罕不在意这些啊，他觉得怎样？亚伯拉罕出来讲，他觉得我就是很有爱心啊，我就是想要接待这些人啊。有些人好客是因为怎样？是因为他是达官贵人。请问父母跟达官贵人的姿态是怎么比？达官贵人，哇，我很有权利，哇，我的口袋很深，里面都是。多摆一起，里面都是饼。对。
我有什么家财万贯，我不愁吃，我不愁穿。不愁喝。对呀、对呀、请问我们要招待这些非常自大的人，不是说父母哥知道，是我们要招待这样的人啊。是吧？我没有钱。当然是这样的人也是要招待，因为他毕竟也是怎样，搞不好他也是天使啊。哦，那很穷的人总比我请富生哥哥请。很穷的人总比我又没有钱，我身上又脏，我衣服又脏脏的，又都有补丁。什么是补丁？都是破洞啊，要拿别的布来补，是不是？对啊。那我们要招待这样的人吗？啊，谢谢，谢谢先生。我们要招待这样的人吗？要。还是要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可能也是天使啊。哦，来，我们来注意说辞哦。哦，我们嘴巴要注意说辞。好，好，继续演戏，刚刚的演戏。好，这时候呢，亚伯拉罕就招待他们，亚伯拉罕也拿椅子出来，好，坐在旁边跟他们聊天，聊天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有一个天使就是站起来说话了。好，真天使。哇，好。哇，那个手机哇！怎么会有？那时候时代怎么有手机？原来是天上的好，现在对不对？好，最先进的。好，这时候这个天使呢就跟亚伯拉罕说什么？他就祝福亚伯拉罕，他就按手祝福在他身上，他的手。好，这时候呢，不要挡到镜头。好，这时候呢，好，仔细听哦，这边也是考题哦，好，他就对亚伯拉罕说，到明年这个时候，怎样？你的妻子萨拉必生一个儿子。哎，怎么是亚伯拉罕对天使说？好，到明年这个时候呢，你的妻子萨拉必生一个儿子，然后呢，萨拉怎样？亚伯拉罕怎样？很老了，可是他就，哦，你有听过哦？